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半暝发表声明，决定无要参选2020连署竞选总统。伊讲，互真侪朋友真失望，伊是真抱歉。国民党嘛回应表示，有感受到过党国际企业家的高关度甲气度。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嘛表示，会拍拼来争取郭台铭的支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办公室半暝发出声明，正式表态要参加2020总统大选。伊一开始就表示，人生有各种大大小小决定，有的决定真简单，有的决定真困难。家己一直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承担。伊讲参选总统一开始是希望会让带台湾社会同齐拼经济，毋过投入选战，看到一寡政治人物为了私利，使用阶级仇恨甲对立。经过思考，希望互社会伫关注国家领导人选择，会当去理性思考，甲政策三面讨论，都决定要参加2020连署竞选总统。郭台铭嘛伫声明中向支持者鞠躬，表达失礼，表示互人失望啊。声明嘛强调，家己也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当中华民国需要郭台铭时阵，郭台铭永远拢伫的。对郭台铭的声明，国民党回应，因感受到郭台铭国际级企业家关度甲气度，嘛呼吁国民党都爱团结，全力辅选总统甲立委参选提名人，总统选赢，立委60席目标，重返执政，拨乱反正。韩国瑜竞选办公室随后嘛表示，会尽一切拍拼，争取郭台铭支持，嘛希望当面向伊请教。佮讲郭台铭甲韩国瑜有同款目标，拢希望全力替台湾民众拼经济，保卫中华民国，毋望中华民国有更较好的发展。另外，前副总统吕秀莲办公室昨日暗时嘛发出新闻稿指出，吕秀莲受到各界人士鼓励，决定接受希洛岛联名，甲其他政党推荐，会向中选会登记新兴做独立的总统参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伫南太平洋的友邦所罗门群岛，昨宣布要甲中国建交。总统蔡英文也开记者会，谴责北京政府用钱来打压台湾人的国际空间。外交部长伊是批评讲，中国伫这个时阵动手，就是为了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蔡总统也伫咧暗时7点半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污染台湾的友邦。对于所国政府跟中国建交的决定，我们要表达强烈的遗憾与谴责。过去几年，中国一再透过金钱、政治上的压力，打压台湾人的国际空间，我们也要给予最严正的谴责。这不仅是对台湾的威胁，更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破坏。中国的外交部是台湾的外交部是谴责中国透过金钱外交限制台湾的主权，而且经这个时阵影响选举。政府并宣布自即日起终止与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关系，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立即撤离我大使馆、技术团及台湾卫生中心人员。我方并要求所罗门也立即撤离其政府驻台人员。台湾甲所罗门伫咧1983年建交，邦交关系36年。所罗门人口差不多60万人，是台湾伫咧南太平洋上大的友邦。台湾甲所罗门断交了后，就是总统蔡英文伫咧2016年5月份就职了后，第6个甲咱台湾断交的国家。进前已经甲咱断交的国家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多明尼加、布吉纳法索、萨尔瓦多。即阵所罗门甲咱断交了后，咱只剩16个邦交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会负起政治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无人机的法规按算伫明年3月底实施，到时阵若是无执照操作2公斤以上的无人机，就会予处罚。咱国史上头遍无人机驾照的考试伫今仔举行，分笔试个实际操作有40人报名。
再来看联合报是指出，金管会证实过去因为搬厝、移民也是亲人过身，保险公司找无人领的保险金有上100亿。金管会要求保险公司一定要找到人，甲钱互人。再来看《中国时报》，农委会昨开记者会表示，9月12日高雄旗山一个土患鸭场检验出台湾第一个 H5N5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高雄市动保处马上甲3000多只抬掉大消毒，附近的饲鸭场嘛拢全面检验，好在并无受到感染。再来看中国为8月份开始禁止来台湾自由行，嘛取消小三通哦。对金门马祖各朋友加离岛的观光影响是真大，也毋过即嘛是传出讲，中国为9月20日开始要重新来开放离岛的小三通自由行。受到两岸关系影响，8月开始，中国除了限制来台团客，嘛停发中国旅客自由行的签证。9月去停止，经过离岛小三通来台旅游。根据金门县府提供资料，9月初1到初10，小三通中国旅客较无4300人次，比去年同期超过16000人次，减少74%。中国旅客就占金门小三通客源的45%，中7成是自由行，受到严重的冲击。不过，即马传出20日，中国福建等20个城市会开放受理相关的签证业务。金门县长也证实，因为过去的这个政策改变，对地方的旅游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经过金门县政府以及各界在这一段时间的努力，今天有这样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我想也表示了大家对金门这个特殊处境的一个理解，在交通旅游观光产业的发展上会有很大的潜力，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政策小三通不要受到限制共创双赢。离岛三县长捌伫8月中到店飞去北京拜会国台办主任刘吉一，争取中国旅客自由行解禁。按中国嘛伫较无1个月时间进行考办，先离岛县长拢表示乐观其成。不过，旅游业者表示，还未收到确定的消息。针对于这一方面的讯息，我们有听到，就是说是金门方面的业者有关这个小三通的传闻，我们是有听到一些，但是现在目前这种东西只是止于传闻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也没有人肯证实这个事情。外口中国旅客离岛观光产业以金门影响上大，那马祖逐年中国旅客差不多占观光客1成，另外偏欧的中国旅客嘛是逐年增加。那解禁的内容，拢需要中国确定，小三通的人会当赶紧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今仔水气较少，会落雨的所在嘛较少。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台湾附近拢吹东北风，有伫因方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嘛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你是位伫北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过道嘛是有可能会落短暂的雷阵雨。其他的所在大多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气温方面，台湾东方有非常大片的低压带，嘛包括昨暗已经建立成热带性低气压的风台疲惫，虽然对台湾拢无直接影响，也毋过低压带引起的环流会互北方下凉的空气引落来，所以这礼拜会有秋天的感觉，天气就无遐尼热咯。今仔早起各地的温度大约是24度到26度，也毋过温度上悬嘛是有可能会到33度左右。再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跟环保署上新的研究发现，嘉义的老大人伫厝里接触到 PM2.5 上侪哦，这有可能甲厝里有烧香拜拜，跟厝里附近庙事真侪有关系。研究嘛发现 PM2.5 会影响到腰子哦，有新的人佮有囡仔会发育不良，老大人嘛会变啊较大颗。空气污染不止来自大环境，也可能来自客家微环境。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环保署合作，第一摆将寺庙餐厅处食这亚洲特有空污排放源来做监测，并且比较台北、花莲、嘉义、甲高雄等四地区老人 PM2.5 暴露量，结果发现无论室外大气、客家室内外环境，或者是个人，拢以嘉义地区上悬。比较多的贡献来自于说，有烧香。以及说有煮食物、排油烟机的使用的习惯也很有关系。高院院表示，老人是空污危害高敏感族群。
第一摆针对北部、南部甲东部老人较侪都市进行环境监测，结果发现家己老人 PM2.5每日暴露量上悬，每日风光照64.2微克，第二是高雄54.5微克，台北36.9微克，花莲36.7微克，也佫发现 PM2.5也影响免疫指标，造成优质伤害，体质发育不良，甚至乎肌肉量下降，致使机能油增加变大颗。肌肉量的一个流失，一般是一个发炎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些 PM2.5其实它最容易被研究的部分是它造成发炎的原因。所以当身体一直在发炎，肌肉的部分就处在一个发炎状况，它自然而然不能够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研究分析发现，全台 PM2.5年均浓度差不多全部超过即马标准每日风光照15微克，中部依然上严重。高雄空污主要来自交通、金属冶炼、工业等，所以高雄分嘉南、中将头应该列为急需管控地区。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已经100天，虽然香港政府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也毋过嘛是无法度收煞。警方虽然不准拜六礼拜游行，也毋过示威者有缘上街头抗议，嘛发生警民冲突。遭民主派议员谴责警方乌白掠人。香港警察协会嘛谴责示威者，表示讲，若是民众用汽油弹来攻击警察，因是会使用真正的枪支来对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过来看沙烏地阿拉伯的2個大型的石油設施受到攻擊，影響到全球5%以上的石油產量，國際油價嘛大起。美國總統川普已經授權，在必要的時陣會開放為戰備時陣準備的油來穩定市場。尤其是講哦，伊嘛講哦，要來對付佇幕後西人的人。受到沙烏地阿拉伯閃電減半國際油價起到4個月高點的影響，華爾街股指機會落盤市場轉向避險。16號亞洲股市開價將場起盤復建。雖然美國總統川普15號已經授權，必要時陣釋出戰備毒油穩定市場，也個推文講石油真濟。分析家有關關到原油價進一步衝擊全球經濟。The price of gold will rise, shoot up together along with the price of oil. And some stocks, like heavy users of petroleum, like airlines, shipping company, will suffer. Generally, for the industrial world, the stock market will fall. 沙烏地國營阿美石油位於阿布蓋格加胡萊斯的2大石油設施，14號遭到也門叛軍直接無人機攻擊，引起大火暫時停起來。致使全國產量減半，影響全球超過5%的供應量，以外加液化天然氣供應量也減半。沙國能源部長表示，將動用更大的石油儲備來彌補。當局雖然講控制了火勢，不過也無徹底拍花，2大設施損傷狀況不明。產量恢復正常，恐驚唔是幾天的代誌。雖然也門叛軍青年運動講是因犯案，不過美國甲沙烏地攏指控伊朗才是幕後使人者。美國政府公布的衛星相片顯示，2大石油設施受到超懸準確度精確的攻擊，可能當時動用無人機甲巡遊飛彈，超出也門叛軍能力，而且攻擊的方位來自北方還是西北，符合攻擊來自波斯灣以南還是伊拉克的方向。川普推文表示，阮知影是啥物人伫幕後主導，而且炮彈已經裝好，也毋過需要聽三國對攻擊的起因以及後續行動的意見。另外，也推文指控有關家己願意無條件甲伊朗會談的報道是假新聞。記者綜合報道。全世界第一座海上的核電廠，頂個月23為魯西亞出發，這個月15全世界魯西亞上北邊的都市佩維克，這座核電廠拍算年底要開始發電，也毋過環保團體是真煩惱安全的問題，加會造成環境的生態危機。起到世世界的海上核電廠在着拖船到達接近俄羅斯的佩維克港口。俄羅斯的這個海上核電廠是全球頭一個海上核電廠。頂個月23號為俄羅斯的西北城市摩爾曼斯克出發了後，20多天以來經過美國甲俄羅斯之間的北令海峽，行了差不多5000公里，總算在當地15號到上北邊的城市佩維克。получить первые киловатты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ей как город Киев, так и подключить уже первых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表示，这个核电厂会建造是全球上北边的核电站，会取代火力发电厂加旧的核电站，替当地超过5万人甲石油开采平台提供用电。过去俄罗斯就想要长期发展这款小型的刷叮当的发电厂，分布伫俄罗斯国内真歹过去的偏远所在，互发电厂会当伫卖用石油状况之下继续工课3档到5档。Мы очень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этот такой, скажем, образец,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нам достойно продолжить серию плавучих атомных энергоблоков для различных задач и в нашей арктической зоне, и, надеемся, д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оектов. 这个海上核电厂为2006年开始起，船面顶有2座发电量能达到35条瓦的核子反应炉，是用18世纪俄罗斯学者罗莫诺索夫因斯的名来命名。规只船长144公尺，宽30公尺，排水量有2万多吨。还有直升机的天气坪甲指挥台，比普通的转接船更较大。因为核电厂铺伫海面上，虽然俄罗斯政府是一再强调真安全，不过也是引发着环保人士甲烈士和平组织的烦恼。若是遭遇到强烈的风灾，也是意外灾害，会将做是冰山面顶的切诺比，也是核子铁达尼号，危害着生态环境。记者陈世彤报道。英国首相强森昨伫卢森堡甲欧盟主席见面，本来见面了2人会做伙开记者会，不过因为烦恼会有抗议者闹场，强森要求甲户外记者会刷到室内哦。卢森堡并无配合办理，强森最后嘛无出现伫记者会。英国首相强生16号要伫卢森堡甲欧盟主席容克进行午餐会，预期强生会表达希望用伫10月18欧盟领袖峰会达成脱欧协议的立场，若无成功，也会拒绝任何拖延。10月31脱欧期限一到，会带着英国硬脱欧，这是强生7月就任了后第一摆甲欧盟主席见面。The Prime Minister is fully committed to getting a deal. The entir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now is focused on getting that deal and is planning and preparing to leave on October 31st with a deal. 不过，在野自由民主党15号表示，随去伫国会一切有关脱欧协议的表决拢未支持。自民党15号召开党大会，党员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级留欧的新政策。党主席苏文生强调，若成为执政党将撤销启动历史本条约第50条。伫下一届大选进程，自民党会继续甲其他在野党合作推动另外一摆公投，来阻止危险的硬脱欧。英国国会至9月9号才通过阻止硬脱欧法案，除非国会10月19以前批准英国政府甲欧盟达成脱欧协议，或者是冻结硬脱欧。若无强生必须请求欧盟将脱欧期限延到明年1月31日。There is no doubt that our country is in a very divided place at the moment, and I'm sure we are all concerned. 欧洲议会本礼拜会投票决议，是不是拒绝强生要求提掉脱欧协议中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这项修改必须得到其他27个欧盟领袖支持，甲欧洲议会通过。若无英国会伫10月31日硬脱欧。欧盟主席容克接受电台访问时表示，伊无确定抑有其他边境保障措施的替代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伫今仔举行这半年来第2场的大选，互指控食钱的总理纳坦雅胡嘛要拼连任，选情是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透过推特宣布讲，要甲以色列来签订共同的防务条约，可能会对纳坦雅胡的选情会有帮助。以色列17号要举行大选，是半年来第2摆。早已经是在位上久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面临贪腐的指控，有人要拼连任，希望搁再创下奇迹。This is not right versus left issue. This is not about the Palestinians or Iran or the economy or corruption. It's about this one person and whether we want him to continue as Israel's prime minister. The second issue, and this is new to this election, is for us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have a third round. 今年4月以色列大选，纳坦雅胡虽然破纪录5连任，却是无法顺利组成联合政府。以色列国会有时表决解散，伫9月重新举行选举。
纳坦雅乌领导由伊的联合党，要甲前参谋总长甘肃领导的中间派纳贝联盟激烈竞争。4月大选时，联合党敢若比纳贝联盟加出一席。根据最新民调，中选结果甲顶摆可能差无多。I'm going to vote for blue and white for Benny Gantz. Unfortunately,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win. I think the situation will stay as it is. But, you know, I can only hope for the best, and maybe there will be a change. Good luck. 外界有期，若是纳坦雅乌搁再当选，伊会寻求国会和平权，避免家己比伊早起收钱甲回信这罪名起诉。立场伫个大选前几天，纳坦雅乌果然是开出动摇，宣布占领约旦河谷，进行新的屯垦计划。היום הממשלה תחליט על התנעת התהליך של הקמת יישוב מבואות יריחו בבקעת הירדן. האישור הסופי כמובן יינתן עם הקמת הממשלה הבאה. 伊向甲纳坦雅乌友好的美国总统川普14号伫推特宣布，已经甲对方通过电话，谈论两国签订共同防卫条约可能性，助攻意味增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梅山一间饲蜂场，这几日蜂拢死了了，拢总有900万只。因为甲互农业偷食的情形无啥相共，蜂农是认为应该释放落毒死的。警方嘛已经收集证据，送农改场来化验。这几下咧跳落看，无好呀。拍开箱仔，蜜蜂全身皮皮喘跳来跳去，已经无法度正常活动。嘉义县梅山乡这间饲蜂场15号发现蜜蜂无正常，慢慢死去。蜂啊，晓偌侪钱？即马计3、4千块。3、4千块，嘿啊。个蜜迄嘛，我无路用。迄拢无啊。箱仔下骹甲涂骹，蜜蜂已经死真济。现场314箱，原本只是地花蜜采收的时阵，产地价上每袋斤300块起跳，即马不止无法度采收，还佫损失将近200万成本。农民认为状况无单纯，向警方报案，希望调查原因。我路掠着无，啊无安尼算咁啊，规半担无收成啊，就去上课。附近的菜园还是槟榔园喷药，当然蜜蜂会死亡，但是它死亡不会这么大量，那么集中。饲蜂协会也接到通报，推估以一箱平均15000到3万只蜜蜂来算，上济可能是500万到900万只。甲过去因为农药大量死亡现象无同，而且今年蜂蜜虽然欠收价值并无大起，应该袂引起工业竞争下毒。警方已经采检体送农改场化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旗山的番鸭场出现台湾第一个 H5N5 的禽流感病毒，3000多只鸭已经生态掉。农委会表示，目前疫情还未摊开，希望会使伫3个月内，甲病毒完全清掉。高雄市旗山区的鸭场禽流感经过试验所检测分析，确认是 H5N5 高原性的禽流感病毒。这是台湾头一摆出现这种禽流感病毒。农委会已经针对案例场周边3公里的养禽场完成全面采样监测，目前无发现新增的案例。这个病毒虽然在旗山的这个土湾鸭场被我们验到，可是它没有散布到周围的养禽场里面去。初步我们认定它没有扩散的这个现象。防检局表示，伫旗山区鸭场确诊 H5N5 高原性禽流感了后，拢共捕杀3583只土番鸭，研判感染源可能是病毒重组，也是透过野鸟为其他所在入境。这一株病毒株它的 H 是来自于原来台湾的，然后另外就是它的 N 呢是来自于欧亚大陆广泛分布的这个野鸟，所以在台湾组装成一个新的 H5N5 的病毒株。那当然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它在别地方已经有这个病毒株了。临近国家中，中国伫2008年捌通报过 H5N5 禽流感病毒，后就是伫2016到2018年间有诞生的个案，也毋过并无造成大量禽类死亡。农委会表示 ，H5N5 毋是人畜共同传染病，将会继续加强疫区禽场监测，并且辅导业者落实场区的清洁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枋寮东海村的边仔有一间工厂的仓库，常常传出臭味，互当地民众是真挡袂牢。早民众包围工厂，要求政府爱出面来处理。环保局是先开出罚单，后续要求工厂好好来改善。
空中摄影机翕到屏东枋寮东海村这个工厂仓库，旁部看到混杂物件。村民讲，工厂已经20几年，平常时稻草味，最近只要是落雨了后，搁较擦偏，连今年中秋连假拢无例外，引起民众不满，砸了好早起去包围工厂。牛甲大家拢挡袂掉啦，囡仔大院啦，下久的也用看。我感觉因的地主因拢也无啥生意要让阮担这啦，大家村民拢希望这个物件莫伫庄头啦，因为伊种鸟甲哪有随时落雨，随时就发生味得出来。屏东县环保局连2天去稽查，发现厂内囤的是阿鲁米太空包，会以违反空污法，发生包厢相关500万以外，也请地主甲土地使用人到案罪名调查清楚是不是有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状况。在施工的关系导致整个储存状况有不佳的一个情形那遇水就产生这些氨气，造成这个民众闻有这个恶臭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已经责成这一个地主包括包商要做好这个储存的设施，避免在这个产生污染的一个状况。环保局表示，太空包伫工厂蹲进1年，目前对查到的地主是承接这个土地，不一定是坑的人，所以需要一寡时间来调查清楚。不过，只要是确认对方身份，一定要求将这些废弃物全部清走，避免佮污染地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有一位越南过来台湾42岁姓朱的妇人人，过来台湾10多年，常常招同乡的朋友来兑回要，也毋过最近一去就50-60岁，拢总收5000多万，钱款的人就落跑，有人同乡的朋友辛苦赚来的钱，拢放款走哦，是扣甲无目屎。摕伫海报大声控诉找无人帮助的越南籍新住民，希望有人会当斗相共。细数越南新住民已经失联，伊小弟的头毛店前进了几20岁的东乡新住民，要讨回因的汇款钱。8月20几号，他载他姐姐去南部的，他现在说他没有，他现在说他不知道他姐姐在哪里。好了，不要动手了，不要动手了。42岁姓朱的越南新住民，嫁到台湾将近20年，定以合作会名义去因东乡标会，今年搁是未结，也毋过为7月开始，伊出来调查头为由，开始无法度正常付钱。他每次标会都在你家里标呢，你收钱的呢？钱都交给你了呢。受害者发现，到今年8月底，姓朱越南籍新住民拢总去了60多岁，总金额估计5000万。他50-60条里面，他一个人那个跟的就跟大概有20-20条。受害民众表示，姓朱越南新住民靠着标会的钱，将父亲甲弟弟拢接到台湾定居。4年前，未接甲东乡起回借钱，怀疑是恶意倒回。苗栗县社会处指出，新住民信任东乡，有时阵会疏忽证据的保存。做证据的保全就是譬如说他的标会的单子或是一些存折什么都要有妥善的保管这样子。律师表示，会当组织自救会，透过强制命令的手段来要求赔偿。受害新住民为住伫斗分区德人镇甲竹桥乡，有一寡人毋敢互红在迄边的人知影。部分受害者已经向地方法院提告，也毋过这会当合法民事支付命令。苗栗县社会处提醒，这类的地下经济风险悬，新住民对抓到东乡争议的金钱来往，爱搁较细腻。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高雄的大港音乐节传出，因为高雄市政府的态度要停办，将高雄市前文化局长也指控，市政府目前嘛在查过去这几年一寡剧团的演出经费，其中嘛有棉花园。文化局是表示，这是因为演出的经费受到议员佮外界质疑，才来进行调查，并无特别针对象。2019年大戏首演选伫高雄为美也发表。棉花园大戏组团会当讲，当年拢到高雄演出，也是自高雄县市合并以前，就一直是官方邀请演出的团体。也毋过高雄市前文化局长无情单定罢免和考虑团体VKR调制定盈利，也了指控，政府团体调查过去砖头艺术节邀请经费，其中也查了棉花园，包含185场的庄头艺术节的所有的公文、计划书、所有的核销资料。包含春天艺术节们补助歌仔戏的这些资料，全部送政风。顶礼拜高雄大港开唱音乐节主办单位才讲被欺负查销，盈利掠算。艺术节为2011年到2018年文化局查的场次达到185场，以高雄在地团队占大多数。
不过文化局澄清，是因为起步心灵中间的每场演出经费冠过艺术节，比外界是机关之期，正进行内部比价澄清，并无找任何剧团查销，剧团也唔知影。这些资料纯粹是文化局单位内我们内部资料的一个流通、调阅跟查核，绝对没有外流到政风去。文化局强调，起步是户外大牌演出，艺术节是室内，而且有多场的优惠价，也会造成外界误会，就是起步的价值较悬。市府团队行政作为定受到质疑，总统蔡英文也讲，高雄市单脚带大汉囡仔，搁叫人骗去。市长韩国瑜反驳这是封建思想。蔡英文总统讲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皇帝时代封建的想法。民主，人民做主。如果做得这么好，20年来民进党在高雄执政的这么好，韩国瑜绝对不会选上市长。强调拜1到拜5并市政，韩国瑜无加讲参选总统的问题，不过伊所到的所在也是有韩粉的包围。韩国瑜呼吁韩粉平常时也唔通捌选举，以免违反行政无中立。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为107年开始扩大补助台湾传统的剧团，昨下晡嘛特别邀请国宝艺术界的接班人哦，各有学员来展现成果，咱嘛找回来看卖。4艺星轮流上台，精彩呈现歌戏、布袋戏、八卦以及念歌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文化部自107年开始推动台湾传统剧团开机线后，甲传统戏剧接班人扶持等计划，完成4年一期，目的是延续传统艺术发展。我们总共结合了59个团队有88位年轻的新一代的艺生参与今年的预算是去年的2倍，我们明年足成长2亿。除了传统表演艺术需要培养的接班人之外，也有增发特编、木雕等传统工艺，也是推广的重点。我们的回馈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工艺给发扬出去。我们学到怎么样去接待，好，那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技艺，更精致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台湾传统工艺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之后，用我们好的作品去把它建立出来，这样。传统木雕、学问深、浮雕、音刻等技法，真歹一个都学起来。国宝艺术认为，现阶段的重点除了培养接班人，也该爱好因舞台。传承的问题，第二个是制造舞台的问题。学到技艺之后，会面临到的是生活的压力，这一块呢，我想，继续让他们有机会呢。工艺艺生向国宝艺术学习，每礼拜上课2天，1个月大约有3万外不等的补助。表演艺生以1年12个月来算，大约是每个月2.3万至3万2的补助。文化部针对老中青无共年纪的艺人甲相关从业人员，定制展演甲培育计划，希望未来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会当代代相传，开枝散叶。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最近邀请艺术家以台东县外海的乌海水当作主题来创作，希望会使做出愈在地、愈国际的作品，用艺术甲民族来交流。弹吉他、炸摄影机、翕相机，台东县设计中心邀请来5位创作者，16号中昼坐游艇为富冈渔港出发，要去海上找找创作灵感。台东县设计中心今年推出乌楼漂流计划设计元素，以绕过台东外海太平洋乌楼为主题，规划台东到成功到绿岛，各去南势的海上行程。互创作者运用专业伫海上漂流4天，透过为海上看台东的视角，设计出今年度台东地景的新价值。透过跟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对话，跟亲身感受在大自然里面的一些启发身体的创作灵感。海的那个不可抗力更高了，所以整个历程我觉得我们原本排练的行程可能跟现在规划不一样，那我也觉得是创意的来源了。这个行程也提供一只原住民竹排啊，让国人伫海上漂流，希望能提供更加侪人文方面的创作元素。按算11月呈现因伫海上漂流的设计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暖冬又搁落大雨，所以真侪水果的收成是真歹。来看南投信义乡的高山田区，最近应该会使收成啊，也毋过煞一粒拢无通收。农委会嘛预测，今年全台湾无共款品种的旗啊总产量差不多5万吨，比去年减少将近4成。
都没有，你看这里都没有，一粒都没有，几乎都没有。如果正常的话，这里早就都是密密麻麻的了，套袋。农民伫乡里四界找，既然找无一粒甜气，南投仁爱乡的高山甜气，往年伫咧9月已经生甲正高，农民搁爱各乡防止高山来偷食。今年受到暖冬加上5月连续大雨的影响，规冬的辛苦连一粒甜气拢无通收。今年这一片等于是归零了，白做啊，白做也是还是要顾啊。对啊，等明年看怎样。对，希望明年天气不要像今年一样。对，对，这个雨水下太大了啦。农民表示，往年这个时阵，园仔内的甜气拢已经套地，500丛果树套超过14万个纸袋啊。今年大雨，结果拢拍落去，一个纸袋啊拢用袂着。南投仁爱乡大约有10公顷种甜气，农会估计今年产量减少5-6成。我们可能就是今年的产量会比去年还会少5成以上。那然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候的问题。那南投全台湾的气啊，包括低气、红气这品种，受到年初暖冬的影响，花开了无好。5月搁连续大雨，甲这无简单，结果气啊拢拍落去。农委会预测，今年全台气啊产量为去年的84000多吨，减到可能敢若有5万多吨，整体产量比去年减少38%。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社高中最近校舍佮便所拢翻新，老师佮学生是拢真欢喜有新的便所通使用。为了庆祝，校长是真有创意，接老师做伙迄一段便所可以用的影片，真趣味、真笑话，伫网络顶头嘛真清，咱嘛做伙来欣赏。请开门，请用厕。来宾请冲水。老师甲学生来到便所做临时演员，试用新的便所，就连训育组的组长拢来做礼声奉纸。这支校园便所启用仪式的影片，拢是云林大社国中校长的主意。那启用仪式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包括动土啦、剪彩开幕。那厕所的启用是第一次，我们想说要怎么样去弄个仪式来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厕所翻新让我们的家长、学生都知道。那我们就把它想出一个礼生的角色。那我们以往都知道礼生通常都会有戴那个手套。那因为我们刚好学校在一个施工期间，所以我们就去拿了2个那个施工用的麻布手套，然后我就担任那个礼生的角色。新学期才拄开始，就有新的便所会使使用，学生是拢真欢喜，变得很有质感。很有质感。哦，那你觉得你们自己学生的角度看校长拍这个影片，觉得怎么样？很有趣。很有趣，怎么说？就平常国小还有其他学校看不到，很有创意。替新的便所举办启用仪式，唔那真趣味，也互更较侪人熟悉大社国中。校方也希望老师甲学生会使珍惜，互便所继续维持清气甲美丽。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让老大人袂退化，咱到吉山福州社区就教老大人来画图，唔免基础，用线条就使画出真厉害的图。老大人嘛拢学甲真有兴趣。就该点一个，比我摕来啊，一笔点一种是水，豆豆画出一只五彩孔雀。南投德山福州社区的老大人，虽然讲年岁真大，为个人连夜比拢小可一撮，因过伫老师的指导之下，大家拢变作是真厉害的画家。这我家己画，所以家己画，真注意啦。这就做法嘅，画得较水吼。楼顶若做好的时阵吼。就要摆遐。第三镇福州社区的阿公阿嬷原本袂晓画图，对老师为上基本的烟火开始，学免怎用一点一点来画出面搭啦技巧。这作品可以使用来增塔美化社区。那因为孔雀的话，觉得老师一步一步的教他们，反而对他们来讲是觉得比较简单的一种绘图的带入，让他们的心灵能够比较能够打开来画。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他完成，那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所谓的
的幸福感，那感觉到有提升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对他来讲，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不但是生活美化，而且他觉得他画得出来，那这个才是重点。那大人学画图，他较想倒位要画倒一时，就该稳稳啊点家迄位，唔乃使活动因的头脑，袂使活动因的手。有影新社区老大人维持健康、热络感情真好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为昨开始，自由行的旅客住伫观光局国民旅游有补助的饭店，就使领到经济部补助的夜市抵用券200块，有83夜市会使使用哦。第一天使用的情形安怎？咱做回来了解。规份夜市抵用券，并且以50块为单位，为顶礼拜开始已经陆续送到旅宿业者手头。即日起，民众入住参与各路补助的豪华旅宿，每一晚会当领到200块的夜市抵用券。您有申请我们的那个补助金的秋冬补助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的话，每一间房间会给您200块的夜市抵用券。这摆夜市抵用券是由经济部补助，将发出限量290万张，预计会当带动17亿消费。抵用券由旅宿业者代为发放，大数北中南区的消费者只会当伫迄区使用，东部地区甲离岛是无受限制，会当使用伫全台83个豪华夜市，有登记立清洁费的摊商，也毋过袂当找钱。券的使用方式从今天才开始，所以很多的细节部分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么了解。那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担心中。近前有民众发现未少的知名夜市无参加补助，经济部表示，包括基隆庙口夜市、台北树林夜市、台中逢甲夜市、宜兰罗东夜市等，拢已经补申请参加。夜市抵用券引起话题，也过旅宿业者观察，保证整体订房率并无明显的增加。订房来讲，国旅的部分目前还没有感觉有比较好，那可能因为9月份本来在业界来讲，9月份又会比较差，一定要拉一些外国人进来。你说只有靠国旅，我相信也是有限。业者认为政府补助加减会有帮助，也毋过国旅带动的商机有限，也呼吁政府干部爱加强查缉非法旅宿，以免非法业搁分掉客源。记者综合报道。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伫台中市7期商业办公大楼查到有中国资格公司伫台湾招员工从事非法的网络博缴。刑事局电侦大队伫今年7月发现有6组转入台湾，伫台中市7期门禁经验的国际商办大楼设办公设计房，对外公司营销公司伫104进入银行找人，实际上就是做非法网络博缴。透明畅通的这个升迁机制。而且它正在扩张期等等那警方在搜索的当下当场就有2名这个台湾的青年过来应征。6组以感冒受贿、高额受贿伫台湾设计房，叫客者定制80365成为会员，都用支付宝来入资。博缴游戏、美食运彩甲澳门百家乐者网络博缴拢用算，甲过去只有机房设伫台湾比起来。一条式的产业链，敢若是缴金到人民票50亿，学生台票216亿。他其实他并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中方他这边他到底是主嫌是谁？其实台湾以前是一条龙那时候是以前是由台湾在设置那现在我们查获这个是由中资设置的。警方伫7月11号进入大楼办公室，掠到7名中国人，交保了后无限制出境。这间公司有领导4到5人，拢是中国人。每个月来台几工，经理以下拢是台湾人。有行销客服、技术部门是有网络优化、美工网络、界面设计到网络串接。警方指出，中国非法博缴业者缴金收付伫中国，伺服器设伫美国，网络为互到客户服务，是伫台湾以一条式的产业链运作。这方面闪避当地公安队长第2是看中台湾工程技术。警方将74名嫌犯以博缴加洗钱放伫法定罪以上，佮透过两岸司法合作，将中国这个涉案人罪行通知中国公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前为流浪博士上过济，教育部为104学年度开始减少博士的名额，也毋过最近因为就业市场的需要，教育部拍算要为109学年度开始，针对招生的名额来做改变，要放互学校家己来调整送教育部核定就会使。台湾有不少大专校院在过去公司研究所，不造成流浪博士问题浮现，所以教育部对104学年开始扣减15%的博士班招生名额，和学校调控15%的名额。
结果到107学年，控管制度小可有成效，注册率有回升，所以建议109学年会调控机制扩及到研究所甲学士班。108年开始，博士班的3成名额都让校长去做控管了。在109年的部分，我们进一步把它扩展到硕士班有2成的名额，学士班有1成的名额。教育部指出，各级学校想要精简科系名额，但係因為系所的自我保護主義離不到實行，所以希望和大學校長兼顧對招生情況甲就業的情形調控名額，像是工程、AI、資安這科系優先爭議。對教育部的做法，有學校表示樂觀其成，不過也坦白講，名額若是未刪減，系所會反對的聲音，可能將做各校未來新的考驗。整體大方向，我認為是正確的。人文社會科學類聯誼事實上也不太好招，各個學校要在招生方面自己去努力。如果有新的系所成立的时候，需要这个名额，我们才会来动用这个名额。不然的话，大部分时间还是会尊重系所的需求，让他们不会因为说这个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冷门，就受到比较不好的待遇了。但也向教育部提出新的教校实验方案，建议采取非联盟系所，当年度扩业保留，然后用予其他系所。等其他年度有人数回流了后，就会继续使用的措施。不过，这阵也无得到回应。教育部是提醒各校，员工参与类禁止竞业，医师甲教师类也是有总业管制。各校爱甲分配案送教育部审核了后，才能招生。记者综合报道。这是日本的计努力。日本有统计，65岁以上的老大人已经有3588万人，占日本人口的2成8哦。这个比例嘛是全世界上悬的，其中有800多人佮继续的工作。经历过明治、大正、昭和、平成甲令和5个时代的日本元帅田中利治，今年3月份才度过第116个生日，是这阵全世界岁数上长的查某人。伫咧今年日本敬老日进前，田中利治是搁一届伫咧安养中心接受为各界来祝福，食大家特别替伊传的乌白旗巧克力豆鸡卵糕。很多去过的当上啊，我就家里，做不好多而已。来看英国最近有一个展览，内面展出一座18K金做的黄金礼堂，价值新台币3900万哦。没想到讲开幕这2天，就互石头甲礼堂恶造，佮造成展览馆淹水。免怀疑，这个金饰件物件都是用18K金打造，开差不多100万英镑的黄金礼堂。因为这名叫做美国，是意大利的艺术家卡特兰有名的作品。12开始伫英国的世界文化遗产，18世纪起的布伦海姆宫展出，伊毋是简单看尔，是真正会当使用。参观的人会当有约，每一个人会当使用3分钟。想袂到展览才开幕2天，拜六透早黄金礼堂竟然放弃，因为是真正礼堂有接水管，强拆造成地板甲壁嘛受到严重的破坏，展场拢淹水。游客听到消息是唔敢相信。Can't believe they managed to get into the palace as well. Like I thought security here would be tight locked. So yeah, it's amazing that someone's been able to access it and be able to take it. And it's not small, is it? 事发了后，迄天展览赶紧关一天，警方嘛抓到一个，甲这个案件有关联的66岁查甫人，暗过无进一步的消息。We believe they used at least 2 vehicles during the offence, and then left the scene at around 4:50 a.m. The artwork has not been recovered at this time, but there i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carried out. 黄金礼堂的想法是为美国人来的，代表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接触到上一流、上高层的物件。进前这个礼堂嘛，捌伫美国纽约古根汉美术馆展出差不多1年，吸引超过10万人有约排队使用。迄当时有媒体去报道，官方提议甲礼堂借予美国总统川普装伫白宫使用，不过最后却川普拒绝。艺术家卡特兰希望礼堂即个向头受到罗宾汉劫富济贫的行为影响，不过更较侪人伫摇礼堂可能向氧气卖掉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 Toyota 最近发表一款采用新的太阳能板的电动车，充一解电会使走56公里，也毋过实际上要大量来生产哦，佫有一寡问题爱解决。
由 Toyota 所开发的这款太阳能车，为引擎挂到车顶的车壳，一直到车尾，拢嵌这个会使适应车体线条的太阳能板，高度只有0.03毫米。灵感是为画车用太阳能板的想法所来，不过其实这真好做。やはり曲面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の曲面のパネルに合わせて太陽電池セルを貼り付けるというところが一つ難しかったところがポイントです。一般的电动车虽然强调会使减碳、省能源，不过也是需要充电的设备，而且电力的来源也是有可能造成污染。太阳能车是会使真正达到零碳排放，即阵各国拢伫咧积极研发。丰田这款太阳能车，一罐头就会使走56公里，赛车也有停车的时阵，拢会使甲太阳能转做动力。不过，若要量产，也有真侪难关。今すぐには商品化は難しいか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やはりこの太陽電池セルが人工衛星で使うような特別なものですので、この太陽電池パネルの低コスト化、ここが一つポイント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唔那日照的时间歹控制，充电也爱真久的时间，而且制作的成本也介悬。若即阵放伫咧车底，用来嵌太阳能的电池，即阵也有80公斤重，也佫有需要减轻。若除了丰田以外，有一寡欧洲新创业者也拢正过来研究太阳能电动车。一旦会使解决顶头所讲的问题，太阳能车就有可能改变运输业，减少全球暖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较少，下落雨的所在嘛较少哦。台湾附近拢是吹东北风，伫因方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嘛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另外，你是伫北方面的中南部地区哦，过昼嘛是有可能会落短暂的雷阵雨。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